其实民教练踢球坛有按公用的成绩，也无听表下爱关心基层野球。如此民农的伊10岁担任水年头，发起民农小碰10年计划，爱涉500万的经费，筹义务教练团来为台湾职棒提供后生的选手，为基层野球打基础。更加社会伊也嘅精神领袖运作加减会受到的影响。不过也提醒嘅大家，接下来如何安尼的事情呢？2007年，毛州职棒总教练的齐成敏行业教研推广棒球运动，因为派头改除钱那嘅，唔讲麻烦，更高也到头一班名到野球的大学生来释放基础动作。2011年，齐成敏归到母校美孚中学做棒球职工，希望屯美孚强棒再个发展起来，再个打出本地各有名声嘅野球队。你所有的东西总是要传承。今天有机会回到多米吼指头员啊哈，因为讲经过我们的指导，他们的成长速度快，领悟得到的话，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用心。规情挂吊等基层棒球的发展，韩国一直都有10岁爱担任水年头的想法。2012年，齐成敏归到培养其打出棒球人生的故乡民农。屯地方人士向他提出民农小棒10年培育计划，总额500万平均经费，希望恢复民农棒球的公用历史，未为基层棒球当今。以前也跟年推嘅各队球队，每个学校民农的安尼真地位8个学校有棒球队，他甲教个市面，但是各队有无机会嘅，所以我有一个计划。以前你无钱无球用见按到，所以我就讲嘅，今日做应该都。一方面也有可能成功的，所以让唔去做，你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去做？做得好，为什么不是做？不好好做。齐成敏出来讲外整义务教练团，向下培训些选手，希望10年内就做得屯故乡训练出200-300个小棒选手。教练团当初做嘅，他个有个公司讲的哈，有限的人一定要出来，俺睇到广告的。有民意练习嘅2个到3个，3个到4个人提来维持，我相信讲做啊，一个都是没问题。虽然指头对象对他人职棒选手，关注系盲式接受过野球训练的西部教会，其中一些也唔凊彩，也全无改变。一旦教球的路改人的态度，其中体球场上对棒球的热情同坚持，大家对伊就有几层的印象。一头这么大一头，一个人开始以前做高，以前到1打时间，米下做嗰啲，喺一头现晒大的，要做唔得，低乜嘅嘛做唔得了，如果我哋唔好看到我要低嘅做棒球，我对本身一个好榜样。佢認真嘅總教練，都唔錯，以前我幫做啊正確，冇做正確，加以前我要重新講我從用嚟做，我講。請打上期望能做年人，齊成敏就心機實到先鋒高升，民農小棒一下被無為精神的良好者。我計劃共同發起人團教練團強調，會盡全力團民農小棒10年計劃繼續做下去，完成齊成敏最大嘅上夢。始終啊，同人開嘅過太玩笑啊，但係小棒10年計劃幾個1年。1年人有離開我哋，所以離開我哋一個打咩行，我想到係打馬來，我會繼續下去，有比頭擺會10萬，所以始終離開我哋想到會尊重一下計劃來做啊。徐總走了，但是我們的腳步還慢慢的按10年的計劃啦，慢慢的做下去，小秧苗已經播種了，那我們要一起呢，要得。俺那個後腿啊，慢慢的把他們帶起來，可能把5年10年以後啊，俺來面咯，也俺客家肢體提俺一個棒球一個區塊地位有合土仔有出個有少人才啦希望徐總在天上的看俺們會好好的遵守呀呢，訓練的步驟的行業的行上的行。
做一步一步来干完成10年的计划。希望有20年、30年后，希望有一个后生的选手来接生命的棒。OK。你哋打緊球嘅。闽南少棒队上阵夜提曲道比少棒队打入16强，系成立到今最好嘅成绩。佢当时其实面未提建场看球嘅，虽然其中离开嘅以最三得嘅棒球场，不过伊嘅精神同电法，为有一台台嘅小球员接定传下去。